今年的双十大典，中华职棒的选手甲马竞高中合唱团带头领唱国歌，毛吊挂国旗为空中入场。落尾是雷虎特技小组冲场，规个大典才圆满收尾。国军联合乐队甲三军仪队总成出场。他们是国军的骄傲与荣耀，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。接下来，在乐队的伴奏之下，国军开始操演，除了带来精彩的庆贺表演，更加以非常整齐的动作摆出详实队形。三军仪队将以整齐划一的枪法动作，配合精准走位，呈现双十队形。大会正式20点开始，今年国歌由马竞高中学生，佮有中华职棒选手来领唱。这时阵，陆军航特部国旗机队是挂着国旗为空中慢慢通过。主题表演是由空军永鹰高级教练机的空中分列式开始精彩演出，展现空军的精密和高效。最后登场是由空军雷虎特技小组飞过观礼台，拖着红白蓝美丽彩演，在空中画出属于台湾的自由甲骄傲，为这届的国庆大会画下完美的句点。记者林俊梅、曾志成综合报道。